绿爵民居，这个楼盘实话实说，可真的闹鬼呀。但我觉得没问题呀。住在这里，你不用担心上班迟到，因为半夜3点你就会自然醒。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你，那是来自天国的健身奖励。你只有不停的反抗，不停的反抗，不停的反抗，直到天亮。我才搬进来1个礼拜，这是腹肌。你家的孩子会变得非常有艺术天赋，他半夜会自己上厕所，不用你操心，也不缺少玩伴。这是学长吗？最让人惊喜的是，哦，原来是你好像都不用亲自辅导他写作业。嘘，住在这里，亲子生活不再单调。绿爵民居，买房子送鬼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学区房贷全市唯一重点小学学位。